拍照。因为我都不会用。像以前如果做杂志的，可以。希望赶快有自己那个，明天还是要回去剪，然后剪。明天好，杨江哥，恭喜您！对，我们知道这其实啊，在现在媒体啊，很多这个很速食、很讲究、很刺激的一个这个媒体环境之下，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社会关怀节目，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尤其你们这些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不容易看到的社会角落，那制作这样的节目的，一定有很多甘苦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太伤自己了。广播工作哈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进入广播圈22年，一直都在正声云林台服务，一直到这个月份10月1号，然后转往正声台中台来继续服务这样子。我对于社会关怀的工作非常有兴趣，所以我刚刚在台上一直强调说，我不是广播界的阿密特，我是广播界的社工员。我今天接到好多简讯，很多单位说，哇，你好厉害哦，年年常常入围，因为这是我第七座的广播金钟奖。他就说你是广播界的阿密特，广播界的江蕙。我说不是，我是广播界的社工员。我对于弱势族群这个区块，我是非常有心想帮助他们。我觉得很多弱势族群朋友，他们生命故事是比较鼓励的，那个力争上游。那我常觉得不要去可怜他们，不要有机会。所以这些年来，我常常在企划一些活动的时候，不管什么宣导的时候呢，我都希望把这个关怀弱势这个区块都带进去。所以像刚刚那个黄芪。他曾经在97年，我说举办一场让生命亮起来活动，他明明就是一个朱翠轩的活动，可是当初主办单位可能希望找一些歌星来表演，我就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一些有才华可以上台表现的这些朋友哦，所以才会请黄芪啊，或者有的像林木琴、单脚舞动人生等等来表演。我觉得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从这个月份10月份开始呢，转战到正声台中台，也希望大台中地区的弱势族群朋友，他跟两兄哥紧密的这个联系啊，我们继续的发光发热。是，恭喜杨江哥，那这个情操真的让人非常感动，谢谢您继续努力带给我们更好的节目，恭喜您，恭喜您！得奖的